台语罗马字基础班第12课大小写甲标点符号。白话字做台语文写作，自然也需要使用大小写的字母甲标点符号的合作伙运用，构成现代文书写作系统。白话字的大小写用伫册的封面、建筑物名称、集团团体、文章标题，拢通用全部大写，也是每一个词字头大写。亲像册名白话字基础教材，会当全部大写，也是每一个词第一个字用大写。建筑物教育大楼会当全部大写，也是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大写。机关团体内容文教基金会全部大写，也是每一个词第一个字大写。文章标题文章的题目亲像白话字的起源甲发展，全部大写，也是每一个词第一个字用大写。尊称甲头衔亲像神明、上帝、总统、先生、女士、医师等用大写。专有名词亲像国名、地名、名姓、山川河海等，字头用大写，亲像台湾的台、云林的云、延平路的延、蔡英文的蔡甲英、罗水溪的罗、亚洲的亚。专有名词的简称，伫一篇文章常常会出现特定专有名词，除了第一次用全名，以下通用简称，也就是每一个字头用大写来代替，亲像白话字 POZ、蒋介石 CKS、教育部 KIP 等。文章每一段、每一句的字头用大写，亲像来学白话字有影真趣味，我要报朋友烧招来上课。这个所在来甲我是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头爱大写。诗文逐热的头句的字头也爱大写，亲像天乌乌要落雨的天，阿公仔举猪头要掘乌掘啊掘，掘啊掘的头一个掘，掘到一尾旋流果的掘，伊也迄道真正趣味的伊，这拢爱用大写。引用文头句的字头爱大写，亲像圣经马太福音13章第3节，伊就用譬喻对因讲，真侪项事，伊讲有一个夜经子的出去夜经子，这伊有拢得爱用大写。过来，咱来讲白话字的标点符号。白话字常用的标点符号有单连画甲双连画、分号、塔点、逗点、句点、惊叹号、疑问号等等。
单连话用伫名词，亲像电脑的电甲脑中爱单连话。往来、往甲来中爱单连话。保利、保甲利中爱单连话。代名词，即个、迄个、遮个、遐个，拢着爱用单连话。动词，讲课、讲甲课中爱单连话。发动、发甲动中爱单连话。证明、证甲明中爱单连话。主动、主甲动中爱单连话。复数、特别、特甲别中爱单连话。搁在、搁甲在中爱单连话。时常、时甲常中爱单连话。已经、已甲经中爱单连话。拄则、拄甲则中爱单连话。赶紧、赶甲紧中爱单连话。连接词，亲像假使、甲、假使中单连话。所以、所甲以中爱单连话。因为、因甲为中爱单连话。宁可、宁甲可中爱单连话。但是、但甲是中爱单连话。毋若、毋甲若中爱单连话。啊是、啊甲是中爱单连话。虽然、虽甲然中爱单连话。虽猛、虽甲猛中爱单连话。毋久、毋甲久中爱单连话。数量词，亲像1673箍，1000中爱单连话，600中爱单连话，73中爱单连话。84岁，84爱单连话。惯用句，亲像烧烫烫、青顺顺、乌趖趖、明记记、光影影、水动动、兴刺刺、淡糊糊、乱糟糟。单连话用名词也是动词甲助词的是、来、得、着、无、啦、呢、去、时、得等等，结做一句语序的时阵，爱用单连话来写。助词爱读做轻声。单连话头前的字才有本调音读，亲像天呢、暝是、老啦。助词伫逗点、句点、半句点、大句点的头前，甲助词组成的语序，就照本调音来读，亲像找就拄着，找个拄着。外来语嘛着爱用单连话来写，亲像蚵仔送、成吉思汗、瓜林顿、亚历山大、葡萄牙、蒙娜丽莎等等，爱用单连话来做记号。双连话做名词使用，亲像大只的、骑脚踏车的、讲白贼的。感叹词，亲像好啊、惨啊、敖哦等等。名词也是动词甲呢、啦、得、来、去、是、时、着、得、
遮个助词甲因、伊、你遮个代名词结合做一个语词，亲像天呢、土呢、日时、暝时。动词臭气、流啦、介意等等，爱用相连位。分写记号是伫名词的头前，毋免用连写的符号，就是拢无做记号。形容词亲像无、无钱、无人、无水、无头路、无理、无胆。万事、万人、万米、万国、万代。凡事、凡事。正人。这个、这人、这时、这摆、这种。迄个、迄日、迄款、迄人、迄边。这个人、这个钱。遐个册、遐个字。这人、这事。逐人、逐日、逐种、逐项。每人、每日、每早起、每摆。隔日、隔顿、隔暝、隔悬市。几若个、几若人、几若国等等，遮个拢毋免用连写符号。其他亲像好人、好食、好事、好看、好物。红色、红砖仔厝。大水、大海、大饼、大汉、大只。悬山、悬墙、悬大、悬阴。莫食、莫困、莫讲、莫受气。袂当、袂使、袂晓、袂行、袂笑。无论、无钱、无食、无责任。免费、免讲、免着急。助动词是用来做肯定词，亲像着来、着拍拼、着食饭。通食、通休困。教做、教当、教死、教画图。要来、得要去、要考试。分号就是顶半句甲下半句是共性质，中通用分号来做分句的记号，亲像日时有日头，暝时有月娘，中就要用分号来甲伊分开。山顶有大树，山边有溪沟。顶半句甲下半句中也是爱用分号甲伊分开。塔点就是用下半句来咧说明顶半句的时，中爱用塔点做记号，亲像我爱食的水果有往来、色卡、山影、金蕉。这个所在往来、色卡、山影、金蕉，是咧说明顶半句我爱食的水果，所以伫这个我爱食的水果有的所在，就要用一个塔点。
过来下晡爱上的课，英文、数学甲体育。英文、数学甲体育是咧讲下晡爱去上的课有啥物，所以伫遮也是要用塔点来做记号。句点，句点就是一句话语句结束，也是简略字的记号。亲像几若日无看，加真大汉，伫遮做一个结束，就要用一个句点。亲像 LBK 内容文教基金会即个简略字就通用即个句点来表示。你敢是阮共故乡的人？这拢是请问也是疑问句，就会当用这个问号来做记号。引号就是引用话句的记号，亲像俗语讲，一粒米饲百样人。这个俗语讲，就用下面的所在就用这个引号，一样米饲百样人，这个所在是引号。这项是有证实过，地球是圆的。这个地球是圆的，就会当用引号来做记号。惊叹号，惊叹号是表示惊愕、欢喜、悲伤这个感情的记号，亲像水啦、真赞、好、惨啊、看。逗点，逗点是几句话合做一句话，伫小句甲小句相接的段落记号，亲像白话字真简单，大人囡仔拢通学，真紧会晓，免烦恼。这个大人甲囡仔是小句相连接的所在，就会当用逗点。另外，叫人、物件也是成语的后面，都要用逗点做记号，亲像叫阿辉阿辉好去看册写功课，这阿辉后壁就用逗点。往来西瓜、芭乐、莲雾拢是真好食的台湾水果。往来西瓜、芭乐、莲雾这拢是物件所以会当用逗点做记号。咱马嘛有一部踢。毋通看猫仔无点，这个所在拢是成语后面的所在就会当用逗点做记号。逗点，伫语句三排的时阵，也通用逗点来做记号，亲像一顿饭、一双猪、一碗卤肉饭、两盘菜，这拢通用逗点来做记号。我去菜市仔买芹菜、韭菜、豆腐。高丽菜，阁有2斤鸡卵，这所在芹菜、韭菜、豆腐、高丽菜，拢通用逗点来做记号。咱的课程上到这，请继续拍拼。